电影消息来看，台北捷运邦南线行中道一对母仔囝来坐车，那就是无缘无故去打人的警架头，却引起对方的不满。双方是相骂到最后是起骹动手，等到这警察来处理，这对母仔囝有原是情绪激动，甚至佫出现伤害家己的行为，叫警察强制送医。 车厢内激烈的扭扭拉拉，双方相拍，几个人摔伫涂骹，场面目前混乱。穿羽绒外套的女子一直手握卡斩，佮大声哀后袂少乘客惊到被害。突然来骚动，公车真侪乘客赶紧落车，规面是紧张佮惊吓。 听到打斗声，人就是打进来。妈妈的部分就是有点大喊大叫，对，就是有点恶人先告状。有两个发生口角，然后就打起来了。我看到的时候，当下就先去叫那个工作人员。车到中道12点外，一台捷运板南线列车驶到中华福田站，冲突场面强要爆发。警方调查，一对母仔囝坐车，母亲突然无理由的去打人的警架头，互乘客反问一击，就揪对方的衫领，所以爆发肢体冲突。有人看情形可控，也无辜受栽赃。当然，只有3个人受影响。妈妈主动去搭民众的那个肩膀，民众问他：“你搭我肩膀干什么？”结果母亲可能情绪上来了以后，就跟他有拉扯。 经过问被害乘客目前拢暂时无提过，只是自今年到今嘛，细项的惊碰见、大家相打相压，甚至引起肢体冲突事件，这温血部处理超过360件。警方也提醒旅客坐车，心情尽量放平静，面对紧急状况，善用车厢的紧急气流，也是随报警处理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